你这个贱婢！齐州公主跟你有什么仇恨？你要如此害她？圣上，为奴有一事要奏。说。九公主的那碗银耳雪梨，原本是太子的。太子见九公主喜欢吃，就把自己的那碗让给了九公主。真是如此吗？回父皇，确有此事。哎呀，原来这贱婢要毒害的是太子殿下你呀！哼，我说呢，义王不顾亲王之尊，跳出来为你打架，临走时却不带走你，反倒叫你留在太子府受罚。说，主使你毒害太子的，是不是义王？李艳，你怎敢如此指证义王？我是有凭有据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父皇，切莫听信李艳风言风语，武帝绝无可能会做出此种忤逆犯上之举。圣上饶命！曾宪，在，马上带兵去义王府，封锁搜查。没有朕的旨意，谁都不能进出。是。即刻回宫，你找人通知高相，越快越好。是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乱闯！让开！怎么回事？圣上有令，封锁义王府，未经圣谕，任何人不准离开。什么？说，是谁主使你给太子下毒的？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主意。太子罚我，我记恨于他。没有任何人主使我。不要！不要！一旦进了大理寺，受刑必然是逃不掉的。但若一上刑就招供，难免引人怀疑这证词便不可信。不过，再硬的骨头在大理寺，也难以撑过3天。婵儿明白，撑到第3天，他们才会相信我的话。我会等到那一天再招供。辛苦了。能为殿下做事，是婵儿的荣幸。殿下对婵儿的恩情，婵儿万死难忘。你的家人我都会照料好，你便放心吧。你还真是个硬骨头啊！不过这牢里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我劝你还是想明白些，少受点皮肉之苦。
小姐，哎，快！站住！哥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想去哪儿？我只是……你知不知道，现在翼王府里里外外围满了神武军，不要说你了，就连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可是哥哥，翼王殿下现在出了事，难道我就只能干着急，在府中坐以待毙吗？若是能去看看他，我也能安心些啊。你一个姑娘家知道些什么？若是在这节骨眼上走错一步，咱们赵家也会满盘皆输。翼王现在自身难保，我不许你趟这浑水！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出去！你给我回来！来人，哥哥，把小姐送回房间看好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她出门。哥哥，小姐，小姐，放开我！放开，哥哥！这马上就第3天了，怎么还没有来解药啊？公主，你要换宫里的衣服，我去给你拿。殿下，这不是那西周九公主身边的丹吃侍女吗？平日里总穿着丹吃的衣服，怎么今日换上我李朝的衣服了？你这是做什么？辛苦了，殿下。依我看，根本不用理这侍女。我看她不仅是个哑巴，脑子还有问题。我知道你担心九公主，但下毒的人是翼王，你要解药，不该找我。回去吧，跪在这里没用。放手！哼！
殿下，已经3日了。明日早朝，人证物证都会被呈给陛下。李承寅算是完了。走，是。这边是。我送子接了，肯定是。别转道，里边人呢？这边，走。报告将军，找到了。走。阿杜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凤出事了。阿杜。他中的是西境奇毒血精，现在要配解药的话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有办法把他毒给逼出来。这样，阿杜，你去准备2个铜盆，倒上清水，然后在门外守3炷香的时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暮色起，看天边斜阳，恍惚想起你的脸庞，毕竟回忆想，难免徒增感伤，轻叹息我们那些好时光。暮色起，看天边斜阳，夜未央，星河渡流淌。天晴朗，好风光。若你不在身旁，能上苍穹
我认识路，你回去吧。顾剑，阿杜，你没有哑？你怎么会吐血啊？刚才消耗了一些内力，休息片刻就好了。阿杜，你为何装哑？是有人逼迫你的吗？我只有不说话，才能一直保守着他忘记的秘密，就能一直留在他身边保护他。我没有家了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只要他能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，我活着就有意义。阿杜，难为你了，快回去吧，照顾好自己。以后要有事，或者想找人说话，就来找我。小伙子，我的医术浅薄，你受的伤太重了，它伤及了你的要害，五脏六腑在你跌落悬崖的时候也有损伤。我这些草药只能勉强维持你的生命。我还能撑多久？如果你是安心休养，不消耗你的精气和内力，不受太大的刺激，也许能活得长久一些。如果动了你的元气，伤了你的心力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你现在身体里好像有一个装毒药的小瓶，一不留神就会被打翻，到时候毒药倒出来会蔓延你的四肢百脉，你一定要慎之又慎啊！启奏陛下，九公主中毒案的嫌犯婵儿已经招认，她乃是翼王殿下身边的死士，受翼王殿下的指使给太子下毒，阴差阳错却害了九公主。根据嫌犯的供词，我们从翼王府书房内搜出了毒物，此案人证物证齐全，但因牵涉皇子，案情重大，微臣不敢擅断，故奏呈陛下圣裁。先把翼王关押在大理寺，等候朕亲审。臣遵旨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场。臣有事起奏。高相，请讲。陛下，臣斗胆进言，此婢女的行为和证词不足以证明翼王有罪，她有可能是作假或者诬陷。翼王性情温厚善良，历朝上下人人皆知，恐怕此事另有隐情。请陛下
重审翼王案，请陛下三思啊！朕都还没定他的罪，你们却一个一个的替他说情。朕今日才知道，原来他的人缘有那么好。臣只怕此婢女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，让皇家蒙羞。陛下，陛下，现已人证物证俱全，还有什么好查的？大家都说翼王善良，我看未必吧。此前先太子与翼王一起去西境，可最后就他一个人回来了，又在丹池拿下了战功，这难道……李渊，父皇莫听李彦胡说八道。即使武帝真因婢女之事对我怀恨在心，他也不会对大哥下手的。罚李彦3个月俸禄，回家闭门思过，1个月内不许上朝。退朝。你怎么了？你若早点认罪，朕可以从轻发落。父皇，我什么都没做过，你要我如何认罪啊？铁证如山，你要朕如何信你？父皇，我如果真的要去毒杀太子，也会派一个不相干的人去。我为什么要派自己的婢女去，授人以把柄？这一切的一切，如此明显的指向我，您不觉得太可疑了吗？如果今日死的是太子，那就没什么可疑不可疑的了。你如果真的愿意相信这些拙劣的证据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好，那朕再问你，程纪的死你怎么解释？父皇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明白。当时是你们2个人一起去西境安护府的，为何到最后只有你一个人生还归来？父皇，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？您难道看不出来吗？皇兄，武帝，我了解你的为人，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：今日有人保护你，明日便有人害你。而这些人，都将会是一种人，为权力追逐，为权力疯狂的人。这皇宫之中，最不需要的就是真相。原来是这样。
来是这样。陛下，揽月阁传来消息，九公主醒了。圣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都免礼吧。他怎么样了？我来的时候，公主刚醒，她身子还虚，用过药以后就又睡了下去。不过太医说了，再调养些时日，便可无碍。好，太医，他的毒是怎么解的？陛下，臣也是不得而知。公主可能是吃了灵丹妙药。永娘，陛下、皇后，弟子也不知晓，只是早晨一醒来便看到公主醒了。昨晚阿杜一直陪着公主，但她是哑女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醒了就好。皇后，你差人去拿一些调理元气的补品过来，让公主好好的调养调养。是陛下。陛下，奴才打听了一番才知道，九公主的贴身婢女昨晚在东宫跪了一宿，嘿，今早公主就醒了。许是宫里的人乱说话，奴才处理了那些贱嘴巴。圣上，圣上，圣上。妾身去了几次承银殿，都未能见到圣上。妾身，媚娘，朕知道你为翼王的事情担心，可是此案呢比较特殊，朕怕有失公允，所以没有见你。你不会怪朕吧？妾身不敢，只是妾身思儿心切，有失了分寸。放心吧，早上高相还有其他的大臣已经为他求情了，更何况翼王是朕宠爱的儿子，朕不会对他怎么样的。妾身谢过圣上。